方扬芬，我对他，我觉得有那样的条件，我是很高兴的。我希望他各方面要超过啊，我希望他不要辜负观众对他的喜欢爱戴。可是我在他的面前，我从来不讲他好的。哎呦，耀芬流眼泪了，你看，看到老师说那么用心良苦啊。跟方扬芳没看见过。对，我没看到过。其实还是送给你的这封信啊，看了以后。说实话，我们袁老师他是在那么多年来，他真的没有在我面前说过好话，都更多的他跟我提出的是要求与不足。所以说我对我老师讲的话，我记在心里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请问侬啥辰光学的这个语派的？对吧？学了介好，那么是不是拿侬学个诀窍教教阿拉？实际上，我从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，就没有一个方向，什么流派都学。都学。自从我们袁老师发觉我是个苗子，给了我一盘带子，其中有一段唱腔就是那个《西厢记》的琴心。我听了那盘带子以后，就一下子就情有独钟。就我选择了你那种感觉。他也选择了我。袁老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有这个感觉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让人。实际上呢，要说那个学戏有没有诀窍，实际上是没有的。没有诀窍。勤奋加机遇。所以天分再好，没有勤奋的话也是不会成功的啊。方艳芬验证了这句话。对。所以呢，你看，袁雪芳老师虽然收的这个学生并不多，但是通过你看方亚芬的传承，我们原派也是发扬光大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原派的爱好者，是不是请方亚芬来一段正宗的原派，好不好？一定得来一段啊！跟我来点。大家最喜欢听的是什么？西厢记啊，琴心，我就是西面的喇叭。